肥蘇足球世界又嚟啦，咁啊今日繼續世冠盃系列啦，咁啊講邊場咧就講呢個艾斯班蘭斯呢支特尼西亞勁旅咧就對住車路士，嗱呢一場咧絕對係一場爭出線嘅關鍵戰啊！艾斯班蘭斯上一場咧1-0小勝咧就係洛杉磯 FC 啦，嗱其實平心而論啦，嗰場波咧真係5開嘅啫，咁啊即係叫把握力就好少少咁多嘅咋，但係其實咧都有一段咧好受壓嘅，大家個攻勢都持平噶。咁所以睇到艾斯班蘭斯即係陣中又唔係好多大牌啊，或者實力都係一般般嘅啫。所以今場我對住車路士咧，究竟捱唔捱到咧，或者頂唔頂得住咧，真係好有即係真係要睇個90分鐘先知。嗱，講翻車路士咧，上一場咧就領先啦，呢個幾好打嘅。但係對住弗拉明高咧，弗拉明高下半場一施壓一加壓力咧，完全個後防線抵唔到啊，頂唔到啊。咁啊，所以咧，車路士呢個亦都係佢哋嘅問題啦，即係前線都仲可以嘅，譬如好似近期咧，尼圖係比較 fit 啦，咁就但係始終話彭馬好似啲狀態都仲係一般般啦，即係大家即係都仲對佢寄望係比較大啲。咁啊，仲有咧，積神又好衰唔衰啦，即係前鋒就少咗嘅，咁但係咧仲要攞個紅牌，咁呢場波預計戴立咧亦都會打正選啊。咁啊，當然啦，如果平心而論，你實力上啊、整體上啊，應該咧就喺艾斯班蘭斯之上，但係車路士班波咧真係有時都好古怪，即係嗰啲球員嘅心態啦，同埋領隊阿麥斯加真係要睇爬嘅睇路啊，因為車路士班波咧啲老細咧炒人又唔使擇日嘅，唔好以為就喺世冠盃咧打得差或者出唔到線咧，到時又冇事啊翻英超啊，我真係戥佢擔心啊！咁如果你想知道肥嫂對呢場波點睇咧，就記住咧落去評論區啦，或者喺 profile 嗰度睇咧就可以略知咧知道最終嘅答案㗎。咁啊，大家記住繼續撐我肥嫂，繼續撐肥嫂足球世界啦喂！